去年7月，有一只白鎏级的货柜船发生沉船的意外，600多的货柜伫大海浮浮沉沉，是影响到航道，甚至也交歹希望啊！昨昏高雄地检署侦查结束，认定这个货船的执行长甲本地的船长，这两个外籍人士有暗藏的嫌疑，涉犯公共危险罪。也毋过因为这两个人拢无到案说明，所以落尾是发布通缉。一站一站的空货柜拢是对海上浮起来的，停伫南城计划区和高雄港务公司因的场域内面。去年7月后半个月，白鎏级的货柜船天赛轮船身入水出去沉船，空货柜线伫高雄外海危害航道，漏雨嘛去影响附近的渔船。船头遐去靠八脚线呀，可能伫咱的运搬的航道后。高雄地检署伫初一侦查结束。天赛轮对大连港出海过灯港，货舱就入水。中国换船长和船员，新泽区的船长是无法度阻挡沉船的发生。认定原船长索卡和天赛轮的执行长涉嫌暗砍船只的状况，涉犯公共危险罪。但是两个人无到案，决定发布通缉，至少27年。为就部分案情仍需待2名被告到案说明时，能进一步厘清。但是2名被告均在境外，且无从合法送达，故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发布通缉。为了处理天赛轮在高雄外海造成的损害，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是找人到河落入去海底的货柜，甲船的油抽掉、含船体切掉，加上渔业处接到的24案，18只渔船的损害，甲打清理和救偿的费用已经2亿外。目前已委任律师事务所，也正持续办理，并研议对船东以及 PMI 保险公司求偿的最合适的后续的因应做法。这两个涉案的外籍人士互通缉，敢会造成找无人赔钱的状况。高雄港务分公司讲，已经委任律师来求偿，下当后壁结果出来才来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